第47届天使金钟奖颁5月提国父纪念馆来举行颁奖典礼。今年客家天使入围的17项哦，上礼拜公布金钟奖有入围的客家广播节目，韩国係一塊旅遊靠向金鐘。客委會今年入圍太湖放下藝嘅歌，韓國山屯山嘅對話嘅製作團隊，韓國天使金鐘獎嘅入圍者潘查飛，感謝一群媒體工作者。 今年入圍4項廣播金鐘獎嘅客家節目《天下一家親》、山同山嘅對話同太湖放下顏一個，做親得獎，看嚟出評審對客家廣播節目嘅肯定，未帶定更加多聽眾來認識客家文化。其實當到唔係客家嘅朋友，見到聽到以後當歡喜，然後會發現到啊，原來客家音樂啱好聽，所以咧咪鼓勵我哋個繼續再做下去。 入圍17項金鐘獎嘅客家電視台，其中做出社會大成人物故事嘅阿翁妹，成績一等讚，希望表現出客家5線嘅膽硬勇敢。今年總共入圍金鐘獎最佳戲劇、導演、編劇也得獎項，男女主角很有機會競爭影帝同影后。我從這個客家女子身上看到了好可貴跟好難得的人性光輝，它就很像在 那種淤泥裡面，然後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。這個阿翁妹入圍，喺安多項包括了我們看到節目編導演都非常的優異，尤其呢，我哋男主角啊，要同大人哥一邊高。阿妹係最初嘅欣賞，阿妹係聖人嘅醫生，阿妹係攝影師，阿妹係廚師，阿妹係魔法師。由唐傳車少年主持一條行業公共直播6年來，用神法有趣味嘅口述藝術表現行業之美，調辦入圍綜合節目主持人獎。客家嘅說唱藝術哈，做得啲天使行啊，一做6年，你係愛吃到自家本自家嘅。 我攞嚟鼓勵啊！一到年底，我哋嘅目的都達到嘅，有得獎冇得獎，得獎當然錢好啊！喺個冇得獎嘅話，我哋設計幫我哋設計困天。今年入圍金鐘客家節目包含戲劇、綜藝、行腳旅行，唔但將提供觀眾多元服務，製作團隊嘅付出未受到評審肯定。頒獎典禮可唔可以再個靠向金鐘得獎幕，當達得期待。客家新聞范權粉陳鳳美特別報道。